来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南投民间的民工国小甲戏剧团合作开课程，来发扬着在地文化，以匠神大车饼为主题，教导小朋友讲台语来搬戏，来认捌着台湾传统的文化。行到离家变到一粒鸡山。 用台语搬戏活泼的剧情，互大家囡仔拢看甲笑嗨嗨。民工国小进前，甲沙小戏剧团合作，用传统故事甲台语来教囡仔搬戏，伫过程中了解传统的文化。愉快的和大家一起演出和讲台语，学习台语，然后还有像我这样子伴奏，很有趣。我觉得很开心，能够上这几堂戏剧课。 除了教囡仔团队合作的精神，更加希望透过这个课程，让囡仔更加介意这片土地。我们可以用戏剧去深耕小孩子的艺术领域的教学的部分，所以就觉得可以做个更多的媒合。那他们也就是表现得非常好。透过戏剧，唔但有教育效果，更加让这个囡仔有不同款的学习体验。